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一礼拜我来看台湾鸦片土地上各种模拟的生命真相。先来看到行业部分，办公模拟运通过后，客家委员会、客家电视台陆续成立。学校都项未推动本土语言课程。2017年12月29，韩国系三读通过的客家基本法修正案，將客語列作國家語言。路線百度就係為到愛屯客法上修下去。我講客家人有增加為無奈。去年客委會公布一項調查，看得出來對民國96年到105年10年當中，民眾談客話的能力對66.5%跌到64.3%，10年來跌了2.2%。講嘅能力未對48%跌到46.8%，10年來係跌了1.2%。國際按代表用嘅限體位都唔係行業流失咯。我哋去到學校人家韓國去到嘅少數強調嘅社區來看下究竟，看下行業存實上來讀到按到乜嘅大問題咯。也係銅鑼國小附設幼兒園，當禮拜1日嘅客家模擬日，讓嘅主題係新燈版，用戲劇講故事，韓國從國外跳舞嘅方式，為成人嘅知識演繹來學講下。叫我係師奶嘅，就會當歡喜，做乜當歡喜啊？因為大家愛做乜嘅？新燈版哦。我哋講下，而家下有看到唔表演，係表演乜嘅呢？新燈版嘅舞。唔要得練幾久嘅呢？已經練4天了。今日安尼生日呢？生日先生講新燈版嘅繪本本生日堂個新燈版嘅故事韓做的剪新燈版來說，又請先生來訓練個係教生日跳舞，用安尼方式來教生日呢，係佢對客家嘅語言係我較有感情係，又較我想學。行業課程到為國小就唔係唱又唱又跳嘅，主題嘅設計愛行卡成分，一節課嘅先生當地嘅教生人呢來做行業地田創業，辦網友為用到嘅有注意。課程做地講歸下嘅都同生人嚟講下。一下佢2年生了，那對家嘅課程來程度慢慢的加強。嗰時候我搞到個課音標，佢下擺用我自音自行，用講咧，做嘛我也有注嘅，家嘅傳說，那故事嘅典故係嘛東西。建做行愛建學講下，也有學生嘅未動有心頭，建做建學。因為平常時都我甲講下話嘅時就。老阿婆安尼講就冇做乜嘅事情，故所也擺就好教安尼做也總會發通出到當歡喜。因為我是個動手做那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比較好。上行業課嘅時候給我教嘅音標怎麼念。雖然銅鑼鄉有9成係行業，不過按當年來啲學校推廣行業課程嘅先生同教組都打拍過，也下客話為傳遞下去，其實都多遇到問題。咁一下當到後生阿爸阿媽可能會談係唔曉得講落去，生意就冇安尼機會做學習嗰時候站位到學校地度安排。大禮拜有1節課，至少1節課係來正式來教客家語言。媽媽，但是你講有泰國嘅，佢有越南嘅，有印尼嘅，有泰國嘅等等。佢學過語就當有困難啦。要學嘅聽語人講嘅母語，人講客家話，佢就冇辦法。佢說聲音咧，老佢講嘅，但是交談就係用呀國語和國語講。客話流失嘅情形，對去年2017年客委會公布一項調查就看得出來。對民國96年到105年當中，民眾談客話嘅能力對66.5%跌到64.3%，10年跌了2.2%。講嘅能力未對48%跌到46.8%，10年跌了1.2%。無講客嘅環境係客話會流失嘅大問題。伊當然就講，客話呢，都家庭都講教，真係清基礎嘅。
冇辦法的情況呢，以下怎講學校呢來教，以1-2點鐘嘅時間去學嘅呢，狀態復課又冇機會複習啊，去同人對話，啊，你學唔睡覺，而你在學嘅東西呢，以下要搏強嘅。嗰時候以學校來講，目前呢，這樣嘅效果呢，還當有限啊。就是除非你能夠再重新打造一個學習客語的，就是從小讓小孩子有機會學習客語的環境，否則以現在族群混居的狀況底下，大多數的客家人大概都很難有機會再回到那樣子的一個狀態去學習客語。攞出嚟，彭先生。就認證學校1禮拜請有1節模擬課，係講進到屋下模擬講學。成年嘅上過學校講模擬，根本就計覆水上天。學歷比學模擬語叫到進嚟嘅方式，取學沉浸式教育，加速教學嘅時間。不過大伯講，上過規劃嚟實施，事實上會面對動態嘅挑戰。沉浸式嘅教育就剛才所講嘅特別係教學化。你希望用學法教，但是你講你6年生你用學法嚟教佢談冇啊，所以你要從幼稚園、幼教、學前教育開始，一步一步到你身上去，但是呢，人要 ready 嘛，要教材要 ready 嘛，當做基礎嘅東西蠻 ready， 所以你哋要做局部性做有限啦。伊想講，生意呢做華語過張幼兒園爭學習嘅時節，做嘛愛學學化，做提點，而且愛本家長做得認同，先生喺全場愛做用學語來上課，跟住到課程從數學啦，亦係講較有專業性咧，較難用學語來表現表達，嗰種嘅實質嘅訓練，咩係未來係愛提升一個方向，係講學化同學教學嘅效果唔好，基順來愛教本學教來教無喏。學教同模擬傳承項要改愛係乜解嘅講成喏。雖然講佢效果有限，但係你必須要透過咁樣嘅一個手段，去本人啲講，你目前嘅國家政策對客家族群肯係要重視嘅，對學教啲維度佢肯係會教嘅。至少你對學生嘅心中佢會啲講，我講嘅客話唔係講唔平等，為本人看唔起咁樣。我知道你只空間權利意識形態嘅打破係比你教育還要重要。按你嗰種思考，按你嗰種意識可能要靠規個社會支出呢去培養，佢將要慢慢地將會有按你嘅意識，按你嘅覺想，佢將會好好去好啦。創造了學習嘅過程嘅時間，學生嘅之間互相嘅互通，嗰個呢，線上咯學生嘅教學以外嘅互通，按樣佢比生活化，你談嘅能力、講嘅能力，就唔係限於學校上課、下課要冇嘅。一或者講國語文競賽上台唱客家歌、客家話演講，一下台要講華語嘅，喺個片面咁樣情況中，你話規則嘅教學嘅環境咧嘅改錯。學語調適到案例會，少數強調愛傳承就學較難。不過學嘅有意到新春時，新晚愛同結人都進來。苗栗大蘭展福公堂，杜康就有意嘅牛平學堂，先生用動發跳嘅教學方式，向大小朋友來學講學。言字愛平常時佢就用到嘅東西，按平常時冇用到，學一道故事可以講嘅東西無效，冇辦法去用到嘛。所以我都想辦法講，你慢就來用寫童謠。童謠來講，寫字念起來較順，大人聽寫字學就咪學到較有趣味。先生會教念謠加拼音，還有做東西，就是一些用客語念的一些詩歌，還有單字，有時候也會讓我們練習造句子。去上課的時候，很生動啊！
唔好讲死板板的呢吼，设置吼真爱来啊呢，嘿，叫又讲又唱，又念吼，设置冇感觉讲无聊啊呢，设置都较爱落学啊呢。看起来，少数强调嘅主要乡镇人口流失嘅问题，未系纯粹嘅大问题。我哋乡站呢，本来到大兰吼，差唔多有6省乡站呢偏向嘅吼。按講冇講藥品嘅，我羅壯利啦呢片頭先人出話俾聽，今日聽到家講，你係羅壯利家係我藥品嘅大本樣，家只係講有北省係講我鄉站人啊嚇，都冇講，你按佢嘅狀態嚟講，人口見來見少，等到我哇，我藥品你按實存差冇時尚嘅人到呢個之係呢。後來慢慢發現說，這個老品其實講的人越來越少。那如果說我們沒有花一些精力啊，把資源把它關注在這一邊的話，是不是這個老品的這個腔調，日後就沒有人會講？我就覺得很可惜啦。所以為了能夠讓這個能夠持續下去，然後首先從幼兒園來開始這樣子。彼得會同客家上小下去，對學校到社區貴族會、就組會，總共行係無從頭屋卡學按有效果。催權啊，嘅工作安排到有乜嘢啊？我當無限啊，因為吼，除了高考啊、高進分啊，還有主持嘅體育啊，還有啦，因為年尾啦，差唔多年尾啊，所以有尾牙啦，像係春酒嘅案子啊，慢慢全就接落來啦。今年20歲嘅總北強係專業嘅中英文主持人，家爸爸係客語，家媽媽係外省人。佢此時屋企人就同佢講，做一個客家字體當公用。今年嘅願望係我希望我自家做呢個咩新分上嘅客人係正經嘅客人。我想講正經嘅客人是為一定愛講客話啊，所以我是老我爸爸講，假使你就買個機會啊，做啲本來嘅客話很好的話，全做啲老我講。我是感覺到成日呢，既然講佢係客家嘅字體，一定多多少少會啲客家嘅文化，因為啲客家嘅文化，佢一定會唱，自家會講客話開始。我期待參加咧後生台上講嘅節目之後，我大家想到客會寫網字吼，是會想到我。現正佢自認自家都有客家意識，故所佢上網去參加同客家有關嘅主持人嘅甄選，還有佢先到客家電視台後生台上講有隻節目嘅基本成員，故所佢動上網一有客就會同家爸爸好講下。假使差唔多我2個禮拜會轉到屋下，準備我練習嘅教本。所以我是會念日記，我爸爸念日記，我看佢嘅在線，看到舌頭愛到乜嘅地方啊、素材啊，還有主要愛變到要幾多法啊。除非講佢就接到乜嘅 case 嘅之間，也佢自己也要準備乜嘅資料，所以會當講會幫助來強下來練習，一則時來教咯。感覺非常嘅冇咁簡單啦，因為一則時，因為佢未講當流利啦吼，所以按一則時，佢自己也當辛苦，我其中我教人也挺辛苦。其實語言它代表了太多層面了，所以我現在也很努力的學。我在家裡跟我先生、孩子也是說客語，然後我兒子現在開始因為工作關係也會接觸客語。其實我最大的希望並不是因為說兒子因為他接了工作還說客語，我是希望兒子真正開始以他為是客家人為榮，然後真正開始說客語。有機會就說，人人說，總有一天我們就聽得到我們周遭所有聲音都出來了。弟弟不會講，弟弟不會講啊，簡單的會嘛？會嘛？弟姑會講，弟姑。但我們遠遠通3星人嚟，也就可以講模擬萬人大家幾3星人嚟，跟5人同自家嘅模擬網絡。
也下有遇到相關嘅機構同政策，希望愛來幫助農業。不過其中客家還係丟失到東家。學長呢邊，客人天操設價，愛地地設價係客人愛講客，安尼將也未轉客家。不過按客人睇價，知道喏。